来看在地消息，嘉义县的义德乡对2022年就开始来推广种高粱。经过3冬的时间，这种植的面积对一开始30甲增加到已经有650甲。这农会也利用高粱园来办食农教育，那让民众会当认捌这项作物，嘛希望讲会当鼓励在地人做伙来种。大人囡仔做伙伫迷宫内底耍，然后阁有小解高粱的知识。大人囡仔哪耍哪学习。嘉义县义德乡农会利用高粱举办食农教育，让民众来到产地看高粱的生长，食在地特产。做趣味的啊，而且囡仔会当知影讲，这个物件就叫高粱安尼。它有一寡食农教育，然后让小朋友能够认识高粱这种东西农作物啊。过来的是讲，我们现在的农作物其实都不太好种，所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要珍惜食物。义德农会结合在地各一家高粱田，举办食农教育的行读活动，小解义德乡种的高粱。农改场表示，3冬以来，义德种高粱的技术愈来愈好，这对乡间农地活法真有帮助，嘛，让农民会当增加收入。跟金酒合作这一支一鼓作气，所以我们来推高粱，或这产业，或这价值较悬的，啊，或这农民的收益较好的。多一种那个成果收入啊，还有农民的收益也是蛮不错的。义德农会表示，义德乡种高粱的面积20多担种某2500公顷，这3冬甲金门酒厂合作，已经为30甲增加到650甲。希望鼓励在地农民做伙加入，让义德乡过去高粱产地的名声会当重新搁找倒转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